嘉义市24下晡4、5点开始，就民众向市政府反映讲，这水道水有怪味，而且水质阁伤伤。台湾自来水公司地库管理处表示，可能是供水测试时阵拿到底站的水才会出问题。经过调查，影响到4个里，计共1500户。自来水公司一直处理到暗时10点才恢复正常。茶油味啊！水道头流出来水有茶油味，原本要开始无用的店头煞唔敢做生意。嘉义市24位下晡4、5点开始，陆续有4个里的民众反映水道水有问题，自来水公司赶紧出面处理。手洗拢黏黏的，气有足重的啦，就开始对4点20分不到进啊。这么大的流量去弄的时候，难免它管壁就是整个有一个扰动之后，结果检验是 pH 值确实也比较高。自来水公司表示，24暗时已经紧急派人处理好势啊。民众若也够会烦恼，嘛是会当先甲水塔内底旧的水漏掉。25早是有民众讲味有较咸嘛，不过嘛有民众讲也是有味。是那个地方是属于比较管末端，所以它的流动性，水的流动性比较不足，所以它管理里面的水本来 pH 值就比较高。还没完全清楚哦，还有那个味道。气味啊，今仔日敢要还佫会安尼？小可啊。嘉义市政府表示，希望自来水公司协助受影响的民众处理损失的部分。目前已经有车环保局送量水质，嘛会请相关单位协助民众向自来水公司来申请损失的补偿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